個就係我哋要去嘅石場啦 ，Fog of War。今次要爬嘅 Multi Pitch 係喺位於魔鬼山 Lingnam Slabs 石場，路線叫做 The Fog of War， 全長140米，一共有7個 pitch。佢係全港最長嘅 Multi Pitch 路線，爬到上頂可以直達魔鬼山炮台，難度亦都唔算高，係一條好精彩嘅入門路線。咁我哋而家着齊晒裝備啦，我哋而家準備開始爬第一個 pitch。第一個 pitch 係一條4C 嘅 slab， 差唔多有40米長，所以大家記得帶夠 quick draw 啊。OK， climbing。slab 即係向內斜嘅石牆，通常都係比較平滑，手 hold 腳 hold 都唔係太明顯，有時需要靠攀石鞋同埋石牆之間嘅摩擦力去攀爬，比較考驗平衡力同埋腳感。咁呢度呢，一開頭啲 slab 呢，全部都係4A 啦，所以其實可以企得好穩陣。上到上面呢，就係第一個 belay station 啦。A 咗啦，可以 slack 啦。第一個 pitch 完成。其實喺畫面顯示嘅先至係 Pitch 2嘅 Belay Station。由於我哋開始攀爬嗰陣，上面有另外一組攀爬者，為咗唔好阻礙大家，所以我哋提早咗一個 Belay Station 設置 anchor。而 Pitch 2就係一條5C 難度嘅路線。Climbing 可以 ，OK。呢條路線喺行山界叫做魔鬼西崖，近年係攀石嘅前輩新開發嘅。所有嘅路線都打好晒煲，淨係帶 quick draw 已經可以去爬。由鯉魚門廣場出發，20分鐘內就可以上到嚟石場。咗 A 咗。
第3個 pitch 係呢條路線嘅 crust， 難度係屬於6A 加。短短嘅10米，既需要有 powerful 嘅 dynamic move， 後段又需要有 slap 嘅技巧，就好似一條 boulder 嘅路線咁樣。由於 anchor 同下面攀爬者嘅角度比較大，所以我用繩延長個 anchor， 令到我可以坐喺石上面 belay， 減少繩嘅摩擦，亦都可以望住 partner 爬上嚟，方便溝通。好，啱啱我哋爬完第2個 pitch， 而家就上第3個 pitch， 上個 lunchtime ledge， 係要爬呢一個好 exposed 嘅一嚿石。最難呢就係呢一度噶啦，不過啲 hole 咧都好靚嘅。如果大家喺呢個位置有困難嘅話，可以喺右邊樹仔嗰條大 crack 爬上去。上到嚟 lunchtime ledge， 我哋而家咧就要爬下一個 pitch， 橫移過去左邊，再上去。首先我哋要穿過個草叢先。第4個 pitch 係一條4C 嘅 slab， 穿過樹林之後要向左橫移，全程都冇乜手位，要靠隻腳同埋石牆之間嘅摩擦力去爬。Timing。OK。我直接去下一個 anchor。OK，第5個 pitch 係一條6A 嘅路線，記得係由 anchor 向右邊個 set 嘅 boat 去爬。OK，climbing。OK。而我哋就揀咗第5個 pitch 平排左手邊嘅路線，難度係6B。中間有幾個 dynamic move 係完全冇任何嘅手 hold， 淨係靠隻腳。兩條路線都可以上到同一 set 嘅 top anchor， 所以大家可以自由選擇路線。OK， off delay。
點樣啊？ slap slap。呢度叫 Lingnam Slab， 所以咧全部都係 slab 嚟嘅。好，跟住啦，我哋下一個 pitch。第6個 pitch 係一條5C 嘅路線，首先要向右橫移大概4至5米，之後再向上爬。Timing。A 咗 A 咗。最後一個 pitch 係一條4C 嘅路線，亦都係全條 multi pitch 最容易嘅一個 section。如果大家想練習 lead 嘅話，就唔好錯過最後呢一個部分啦。OK， 嘉明。OK。A 咗 A 咗。Timing。OK。完成。覺得點啊？幾好。係咪扮 Gavin 啊 ？Fog of War， 全港最長嘅 multi pitch。日落啊！望住鯉魚門嘅日落，呢條線遠處就可以見到獅子山、飛鵝山就喺嗰度，而呢邊呢，就係魔鬼山啦。爬完 Fog of War。我係 Belay 阿兼任中派龍。通常喺 Belay Station 咧就會 set 個框，跟住我哋兩個都會 A 住自己，就可以安全。爬完之後咧就拆翻啲安全嘅 anchor 啦，因為距離上面郊遊徑咧仲有一小段路係山路，步行上去就得，咁所以可以將啱啱嘅 anchor 拆晒佢，上到去再慢慢整理，步行上去。
最後一個 pitch 啊！爬完嘅位，上翻嚟。魔鬼山炮台啊！呢度就係魔鬼山炮台，平時可以行山上嚟睇日落。